家拢知影蝴蝶蟹就是食嘛。对。啊，你看伊，咱讲的是骨，是狗，嘿嘿，是骨就是这嘛。小鸡对。你讲这嘛，个飞啊，是狗味大，是会通啊飞啊。飞天啊，是啊，所以讲咱上惊就是这是骨，尤其查某囡仔啦，身材来讲啊，这种一定有嘛，你会尤其这个歹消。是，所以讲啊，我简单甲讲就是讲肉是啦，哦，那像我这边我会讲的是肉，肉因为你看就是肉嘛，哎啊，不管是长还是低这拢是手的一部分。啊，而且伊的华语叫做小，摆小，啊，那个提供是肉。哦，刚刚把时仔讲起来，就你手安尼时阵，看起来敢若时仔共款。是，啊，你讲肉的话，敢若是咧讲你的衫共款。我刚才是讲手啦。我感觉肉可能较对的原因是因为较斯文，较斯文，较优秀。啊，肉色看听起来就是对跟他闹时啦，对，无好听啦，无好听，无好听了，是这意思嘛？我歹听。讲这较文雅。肉食仔迄边哦，才45%，所以拄则咧讲的就讲，真侪人会感觉讲肉食仔咱想要食的物件啦。对啊。啊，咱人的身体嘛，所以会想讲，咱会讲这个人生做肉啦。是。哦，啊，伊的手就肉，就敢若讲伊的手敢若肉，足侪肉的安尼。是。所以这个选的人就超过一半。